相关係文化藝術嘅創新同傳承，繼續來看到了鏡頭風嘅氣候藝術，等等時代改變，鏡頭戲嘅項目、台詞，係配合演出嘅場合，就係發動內容做下就改變，未見起新嘅方式。因為連咧戲服未做到更加優秀，甚至細演節未會開始挑戰較高難度嘅動作。本來就扮演的世界鏡頭戲，聽到時代，韓國咧重新地位，還是保留傳統嘅認為。來到茶宴到演上嘅上鳳廟，按到演員打扮到正正送朋友，花木蘭、點推玉、包公也到一啲歷史人物出現喺大家面頭前，將作為重新嘅戲服喊卡上演。茶宴當年12月咧都會辦小食節，唔單唱天朝會做鏡頭戲，還動身發的老地方特色小食表現氣氛獨好，來享受在地嘅經濟產業。從傳統到現在，原先是只是在街上走，那就是現在的變化，就是說根據劇情的需要，我們來編一些這些節目來表演給觀眾。比如說適合這個小吃節的內容的。決議將沙縣小吃列入今後的蟠桃宴，你等意下如何？以前的話，以前的做了，現在的做得更精彩、更漂亮。今年茶宴嘅鏡頭戲有100對安泰城嘅演員來參加第25屆世界客屬演詞大會，盼到按鬧熱、按排場、現場大家人客都知道動感好，你表示鏡頭戲嘅上秀，因為新嘅做法、新嘅改變。那這次通過這樣的一個嘗試，我們肩膀戲延伸到沙縣的各個幼兒園，後續我們還要再看，就是說怎麼配合，跟家長之間我們要多溝通，也要跟幼兒園之間也要多溝通，因為現在學校的整個教育模式，它可以延伸，是否跟學校的這種親子教育啊，還有就是傳統文化教育啊結合在一起。鏡頭戲愛見有新嘅東西，除咗愛有精緻嘅戲服，你要有電視台進步動身法嘅戲份。選劇本要選得比較熱鬧一點的，你不能選得太沉的，因為畢竟才4、5、6歲的孩子，你用得太深的腳本，他不會表演。就是大家通俗易懂的，就是比較活潑可愛的，這樣子讓大家表演就更好，那小孩子也會表演。除咗戲份愛見有新嘅出來，另外就愛3萬整起演出嘅機會，指定愛使演員啲短5-6分鐘嘅戲出都好，挑戰東南做嘅動作，安尼怎麼想行卡多年來看亞紅氣候藝術。那只能是小孩子在肩上的一些技巧東西來發展，這個來更新嘛，來不斷的創新。原先小孩子只能是站在肩上，也不表演，也不。那現在我就說給小孩子創新的，就是說站在肩膀上以後，他可以把腳抬起來，或者往後抬，或者往邊上抬，這樣可以創新，就是說更有技巧、更有吸引力的東西。想要加強難度，對，加強難度。頭擺啲茶宴鏡頭戲嘅演出，睇其實看到可能到路路睇社會當中啲係一定受歡迎嘅。如果大家看到睇電視台嘅改變，聽來參加特別嘅人係見來見社會，故作也係連音樂基本嘅部分係選要好成主基本嘅。不過呢，從表演方面，其實大家沒有看到，除咗呢愛保留嘅傳統，係其實個更加要創新嘅元素，持續俾大家來表演，安尼也好。呢個好嘅傳統藝術，將會遠耀高尚下去。以上嘅記者帶過2012啲副編大演嘅採訪報道。鏡頭戲嘅細演節其他咧，太人嘅鏡頭風看起來當簡單，其實係當中已經見到大家都唔啲嘅辛苦練習，但是透短短嘅5到6分鐘呈現完整精彩嘅表演。聽講，我哋帶大家去到幕後來看到細演節同地初嘅太人一群培養
斗搭嘅麦克，还有咧检讨起嘅气候嘅蔬菜。